Toys 再出奇招，十鬼炒推時事飲品小黃秘密果果6牽網戰。電競直播主出身的 Toys 劉偉健從不避衛生熱度，他的手搖飲品牌十鬼炒再次引發話題。繼先前推出靈感來自嘉寧的張嘉檸檬綠茶成功掀起熱潮後，他這次又瞄準近期娛樂圈最火的果果與王子外遇風波，推出隱藏版新品小黃秘密果果6，再度引發網路論戰。十鬼炒在 Threads 發文宣傳新品時，用上滿滿時事梗果王的秘密，搭配飲品描述椰果加號粉果雙重爽 Q， 好吃不黏牙，甜而不膩的秘藏蜂蜜，由最會亂掉的員工小黃精心設計。文案結尾更寫上今天就喝得到，一起甜甜度過秘密的夜晚。不僅影射事件主角王子與果果，更讓不少人直呼太狠了。這杯名為小黃秘密果果6的飲料，名字暗示性強烈，幾乎把時事梗玩到極致。發文一出，立刻引爆網友熱議，有人笑稱全明星都在這杯裏，也有人留言 Toys 果然最懂話題，甚至有人開玩笑問：請問喝這杯會不會越界？然而，並非所有人都買單這種生八卦行銷。許多網友在留言區痛批品牌惡心行銷，不尊重女性，拿別人的痛苦開玩笑。也有批評聲指出，貴品牌除了消費藝人八卦，還會別的嗎？甚至有人怒唱：為什麼不推出逃兵飲料？只敢消費女生？這些留言讓整篇宣傳文瞬間歪流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另一家以粉果系列飲品聞名的手搖品牌一沐日也被捲入討論。有網友湊熱鬧留言建議，是不是該出個期間限定款王子特調或草仔果特飲吧？沒想到一沐日官方婉拒回應，這不是我們的行銷方式，謝謝你。這段回覆被網友大讚高 EQ， 這才是品牌該有的態度，形成強烈對比。事實上，Toys 的時事行銷手法一直備受關注，從過去的嘉寧檸檬綠館長梗飲品到如今的果王系列，每一次都能引發流量與爭議並存的討論。支持者認為他懂市場，敢玩跟，但批評者則指責他為博眼球不擇手段，讓品牌形象變得廉價。業界人士分析， Toys 此舉雖能短期內提高曝光度，但若頻繁以他人私事為題，容易讓品牌陷入低俗消費印象，長期恐損害信任度。而一沐日堅持不搭時事跟，反而因不跟風獲得好感，顯示市場上對有底線的行銷需求逐漸升高。王子與果果的事件雖屬個人私事，卻被品牌網紅乃至整個社群輿論層層放大。從行銷角度來看， Toys 的確再次證明了話題就是商機，但從人性角度，這杯小黃秘密果果綠或許也提醒大眾，在娛樂與商業之間，有時僅隔着一層良知的薄膜。當茶香散去，留下的不是甜蜜，而是關於消費他人痛苦的思考。